农业部拍算要将动物分级管理，其中有955种的动物要禁止进口，嘛袂当饲，引发民众甲业者反弹。今仔日，阁有和相关协会出面来抗议，也批评这决策无通讲。风声缅甸的禁抓可能互农业部来做是禁饲的名单，有人伫立委的陪同之下，画出农业部并无权力来禁止民众想要饲什么款的动物。烦恼狗仔甲猫仔以外的宠物，若准无登记，也会互人禁止，甚至是安乐死，根本就是帝王条款。你甚至没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去安置我这个可能被没入的动物，你就直接堂而皇之告诉我说你可能会去安乐死我的动物。我不用站出来吗？我们就是要告诉农业部说，你不能这样随意剥夺我的权利。虽然农业部嘛是强调想要好好管理，也毋过爱动物的人无咧甲信道。现在只看到禁止，我没有看到其他方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管理都只是挡箭牌，禁养不合理。专家认为，一寡互人来做是禁饲的动物，互人讲做是会危害人类，亲像是细只的布袋鼠、甲拉里龟是非常无合理的。两栖爬虫类协会也批评规个决策的过程无够透明。各方没有共识之前，不能强行应对相关的政策。针对互人来做禁饲名单的动物，可能没收甚至安乐死，提出安乐死规范的动保团体强调讲，从来都毋捌讲过禁饲的动物要直接安乐死，是讲无共动物若阵没收了后，健康状况无好的时阵，会当有无共款的人道处理的方式。万一健康状况其实很不佳的时候，那所有的后续的人道处置，包括安乐死，应该要定有规范。网络上非常多的谣传或者是超译那绝对都是误解。动保团体强调，针对动物分级管理是世界的趋势，来做是黑名单是有科学根据的。若无好好管理，外来种恐惊会造成生态的问题，也是带来甲人相活的传染病。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管理机制？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来讨论。但是黑名单的公布，它完全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。反对说禁饲动物的人是强调讲，民众想要饲什么款的动物是人民的权利，无应该由政府来同意。也毋过认同应该管理甲禁饲的民团是讲，饲宠物会牵涉动物福利甲传染病的风险，迄就是公众社会议题，需要进行合理甲专业的管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